各位同學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係2026年8月1號星期六，啱啱過去嗰個星期五咧，同埋星期四咧就完晒7月份個期結啦，同埋7月份最後一個交易日係呢一日。咁啊，整體7月份嚟講咧，其實算靚嘅，由呢個最低位升到嚟接近最高點。雖然未係收得到喺26,000上邊，但係都算唔錯啦。因為整個月裏邊最叻呢支陰燭800點，呢日都出陰燭，不過陰燭縮腳都係得500點。整體形勢嚟講咧，係非常之意外啊！因為竟然升穿咗呢個25,032，仲高收喺25,032上邊。咁啊，8月份會唔會延續個升浪跌翻轉頭，定先唞氣再升呢？循例地睇埋其他嗰個指數嘅情況。股票嘅情況，再翻嚟睇我哋呢個恒生指數期貨，先睇美國三大指數。嗱，道指其實就好淡爭持，不過唔算太差住，因為呢支大陰燭落嚟咧，就出翻兩支陽燭。咁暫時呢度做緊兩個底，穿呢個底咧，先落嚟試嗰個50,512，50,512即係前頂。你話佢好好又唔算，但係如果俾好又真係破得到呢個頂，上嚟挑戰呢兩個頂部都升咧，咁即係仍然係咁，就唔係咁啦。所以睇下下個星期翻嚟，因為8月份啊嘛，第一個交易日或者第一個星期嘅時候，究竟係仍然困住喺阻力支持，或者落嚟試支持嗰個大區間嗰度上落啊，定有所突破啦？暫時嘅話咧，形勢上出完支陰燭，出翻兩個陽燭，唔好睇，太差住。呢個係道指。S&P 嘅話咧就升睇，咁啊又係出完支大陰燭，竟然最後兩日上嚟，咁由第一個7月2號嘅呢一日，呢個低位跌穿過，而家升翻上去呢個位變咗好淡爭持位，下邊就支持位，上面兩個阻力位，咁又睇下星期究竟睇下穿呢兩個頂上嚟試頂，定跌翻穿呢個位落嚟試底啦。咁啊，下個禮拜做功課先知道，但係暫時咧一日跌唔翻落去呢個7427之下咧，咁啊可以審慎樂觀少少。呢個係納指，呢個係 S&P，sorry 嚇 S&P 納指係弱少少，不過亦都俾佢升穿翻呢個黑頂。咁啊25460。25460睇下先嚇，25460呢度唔好理佢先，呢個唔係嗰個25460啱啊，呢度呢個頂25460升穿翻460，令到呢度變爭持位嘅話咧，對好友有利，因為佢落嚟試完啲支持位，而家 V 型反彈，再穿埋呢個位就上嚟試阻力，但係點升呢個位都由升都跌翻轉頭，跌唔到呢啲位嘅話咧，又落嚟試支持位，會唔會失手嘅話咧，要客觀地去睇呢個好淡爭持位，失手試支持位。但係如果咁樣試過再升都再跌咧，呢個位有啲壓力嘅，除非呢個真係由好淡爭持位變翻支持位上嚟挑戰翻啲阻力位。咁啊，納指就三隻指數裏邊比較弱一啲。咁啊 S&P 中等，道指靚少少，上證就暫時係大陰燭跌緊落去，唔使理佢住，都未轉翻好，上唔翻嚟3884上邊嘅話咧，低位徘徊先，最多當佢築底。嗱，啲金咧暫時就唔上唔落嘅，你話佢落又唔係，上又唔算，喺呢個4000附近纏繞咗好耐。咁睇翻呢個圖咧，牌面上都仲係未靚嘅，但係跌到嚟呢度咧，點跌？好似個嗱試過一次4000落嚟都上得翻4000，即係個4000跌極，暫時都未瓜。咁暫時都未瓜，睇下可唔可以短期啫，唔好講咁遠嘅頂4202、4166、4122，如果能夠好有擊破到呢兩個頂而向上嘅話咧，呢度捉到底嘅話咧，咁個形勢就唔同啦。因為而家暫時跌咗7日，但係如果升穿咗呢兩個頂，呢個頂都升咧，咁就變咗跌咗5日。之前全部跌10日或以上，變咗跌咗1、2、3、4、5，已經翻轉頭向上咧，可能呢度有機會轉勢㗎。咁睇下下個星期翻嚟做功課，究竟佢仍然係困住喺4200到4000，定抑或有所突破啦？暫時就好淡爭持地嘅話咧，希望同好友打氣。其他股票700暫時都算偏好，因為揾到個底之後一路都升。黑色線就阻力，藍色線就好淡爭持，下邊啲紅色就支持。咁啊月線圖咧，
就叫做唔錯嘅。如果再破得到呢三個黑線去到500蚊樓上咧，咁可能呢個411真係抵啦。睇下下星期係先 retest 再升啊，定繼續向上啦。阿里巴巴雖然好多陰燭，最後出翻大陽燭，月線圖都仲係陽燭。121、117當佢阻力先，唔跌翻落嚟107，仍然有希望繼續向上。兩隻都叫做審慎樂觀少少先。1810更加唔錯，雖然升到嚟呢度翻轉頭，但係跌唔翻落26嘅話咧，希望佢喺30、26喺度增持一段時間之後嘅話咧，唔好再跌翻落呢個22蚊樓下啦，因為陰燭轉陽燭。陰燭升睇陰燭轉陽燭，陰燭轉陽燭，3690亦都係陰燭轉陽燭，能夠再企翻入去94.05蚊爭少少，同埋企翻100蚊咧，咁呢個69.4毫半同埋呢個61做緊雙底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努力啲繼續。3690、9618都係仍然都係唔錯嘅。嗱，睇翻成個7月份啲陰燭唔掂，啲陰燭呢支勁啲，不過都唔掂。全部啲陰燭沽落嚟呢度多兩支，但係仲喺上邊越沽越高，即係啲陰燭都係唔掂。呢度點沽都有支大陽燭，未破呢支大陽燭，大陽燭落嚟冇大陽燭，但係起碼一路都升，全面都向好，包括388都係，除咗呢支陰燭沽咗落嚟之後，全面都向好嘅。希望好有努力，5號仔更加唔使講，一枝獨秀得一呢支咁嘅升底嘅陰燭，整個月份都再深刻啲或者深入啲去睇翻呢個市場。期指呢個恒生指數，嗱呢度我哋股票700，嗱700咧同我哋個恒生指數咧冇恒生指數升得咁勁，700，阿里巴巴都係，不過其他嗰啲都睇住咯，5號仔勁，388勁，941勁，呢隻唔勁，1810，跟住1810勁一樣㗎。3690勁，9618嗱都係勁，好多股票咧都偏翻好嘅。咁除非你話下一個月又跌翻轉頭，連某啲位都跌穿埋，跌都要小心啦。邊啲位要小心咧？嗱，就唔係啲睇呢個先，睇呢個月線圖先。大陰燭轉大陽燭，手底仲破過呢個968，不過暫時收咗968低啲。咁而呢個底呢個頂咧，中間嗰隻24330，即係話佢點樣調整呢個24330？23333同埋呢兩個底唔失手嘅話咧，最多喺呢度上落市，就起碼唔會咁上落市之餘，如果再出多支陽燭嘅話咧，下個月8月份咁就掂啦，因為今年未試過連開兩支陽燭，睇下會唔會叻仔啲啦。好友喺8月份呢度，暫時仍然係好淡增持得嚟咧，有少少偏好。不過周線圖話俾你知，行咗5支陽燭嘅話咧，正常情況啦，之前1、2、3、4、5、6支，呢度而家行咗5支，1、2、3、4，咁呢度行到咁勁，就算夾硬俾佢行多個星期嘅話咧，都應該要調整嘅喎。喺8月份嗰度，問題8月第一個星期調整，定8月第二個星期調整？咁好啦，所以睇翻呢度，上個月禮拜最低就922，即係跌唔穿25000，最高我預期去到26000，結果高啲，接近到26200，就收25940，即係26000。所以睇住呢度。26000、25800、25200，如果失守25800咧，就會落嚟試呢個25500啦、250同埋25000，因為最緊要睇住呢個25032會唔會失守，唔失守嘅話咧，當佢正常嘅調整升咗咁多，做咗個大嘅支持位喺下邊，大概係呢個23889，咁即係話咧，調整到呢度睇下個24800穿唔穿先，如果唔穿嘅話咧，仍然個形勢未由升轉跌，咁又假設佢唔跌啫，會唔會升咧？就睇下升唔升穿26200啦。升穿嘅話咧，可以挑戰呢個26289，甚至係26400、6600、6800，因為6800啊，點解要試26800啊？喺呢度26862啊，咁挑唔挑到更高咧？咁即係話上到26800到27000就係阻力，跌到25000同24800就係支持，咁睇住呢三個位，究竟破位向上試高位，定穿底向下試支持位，咁啊循住呢啲內容方向，
希望大家喺即時呢度都跟得到，好友大戶或者淡友大戶去贏錢啦。好，今個星期功課到此為止，下星期再同大家做功課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周日假期，拜拜。